Hello， 大家好啊！訪談星開題，我分享嘅 Angel，今日會帶大家去到大圍聚龍居，係一個實用面積942尺、市場罕有、間隔實用、3房1套連工人套房嘅優質筍盤。我哋今次睇嘅單位係位於屋苑嘅11座，實用面積942尺，間隔係3房1套連工人房。客廳嘅面積相當之寬敞，係長形嘅兩邊廳間隔，客飯廳分明。廚房有足夠嘅位置，同時可擺放雪櫃同洗衣機，廚櫃收納空間充足。廚房入邊嘅工人房係套房嚟嘅，有窗，空氣流通。穿過走廊，第一間嚟到嘅洗手間，洗手間有窗，空氣流通，保養新淨，係用企乾嘅。第一間睡房，間隔方正，除咗可以放到雙人床，仲可以放多個衣櫃。第二間睡房同第一間睡房嘅面積差唔多大，除咗可以放到單人床之外，仲可以放到衣櫃。主人套房面積寬敞，除咗可以放到雙人床之外，旁邊做咗一大排儲物嘅衣櫃，設有對流窗。主人房嘅洗手間有窗，係用浴缸嘅。大家睇完呢個單位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想預約睇樓或者有任何嘅查詢，歡迎隨時聯絡返我啊！多謝晒你哋嘅收睇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